歡迎收聽聆聽你聲音。尼希米記6章10至19節。我到了米希大別的孫子蒂萊雅的兒子示瑪雅家裏，那時他閉門不出。他說：我們不如在神的殿裏會面，將殿門關鎖，因為他們要來殺你，就是夜裏來殺你。我說：像我這樣的人，豈要逃跑呢？像我這樣的人，豈能進入殿裏保存生命呢？我不進去。我看明神沒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說這話攻擊我，是多比雅和參巴拉賄買了他。賄買他的緣故，是要叫我懼怕，依從他犯罪。他們好傳揚惡言毀謗我。我的神啊，多比雅、參巴拉、女先知羅阿底和其餘的先知，要叫我懼怕，求你紀念他們所行的這些事。以6月25日，城牆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便懼怕，愁眉不展，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。在那些日子，猶大的貴胄屢次寄信與多比雅，多比雅也來信與他們。在猶大有許多人與多比雅結盟，因他是亞拉的兒子，是加尼的女婿，並且他的兒子約哈難娶了比利家兒子米舒蘭的女兒為妻。他們常在我面前說多比雅的善行，也將我的話傳與他。多比雅又常寄信來，要叫我懼怕。尼希米記6章10至19節。